考慮這行政院政委兼經貿辦總談判代表楊振寧，獲行政院外部調查，認定講伊有這場霸凌這個案件來成立。總統府佇咧初一暗發布總統令改免職。那顏慧欣的老爸，也就是進前的財政部長顏慶忠，初一透過聲明來表示講，這楊振寧講顏慧欣會入去這個 OTN 的這款講法是伊推薦的，認為這款的講法是胡白亂講。那外界也佇咧關注講，這行政院敢會主動把這調查報告送到監察院呢？行政院強調講會來全力配合監察院的調查。連署總處也證實講，這楊振寧無做政委了後，依法是會當申請恢復退休金的清領。行政院政委兼經貿辦總談判代表楊振寧，因為牽涉前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遭到這場霸凌案，總統府初暗時發布總統令免職。檢察院強調，經貿辦其涉這場霸凌案已經在4月2日立案調查，目前一直在調查當中。外界關心政院是不是主動將調查報告送到監察院。行政院的調查報告也已經有展現了非常明確的態度了，我們現在全力配合監察院的調查。楊振寧兩擺透過聲明否認霸凌，也無外度採取法律方式。另外有30位經貿辦同事共同聲援楊振寧。不過在楊振寧被免職了後，顏慧欣的老爸前財政部長顏慶忠出聲明指，楊振寧講顏慧欣是由伊推薦進入 OTN 的講法是混淆視聽，愛擱較公正調查。我們看到顏前部長他的聲明，那真的感同身受哦，那能夠感受到他的痛心。整個行政院危機處理是0分，是荒腔走板，特別是對於專章昨天職場霸凌專法的上路，我更認為是一大諷刺。顏慶忠認為，將顏慧欣無完成職業者做國家制度才是現公道。楊振寧在霸凌案成立了後被免職，是不是還會用領解脫呢？這次他離開政委的工作以後，那依法他就是會回去再跟原來機關去申請恢復他原來這個退休金的清領。因此，總處回應楊振寧進前是相信公務人員已經完成退休定數甲協定退休，長期政院做政費時依法停領退休金，不過離開政府工作影響原協定機關申請恢復退休金。經貿辦的工作由3人接任，行政強調相關人數定下了後會對外說明。目前經貿辦由2個副總談判代表甲執行秘書處處理日常業務。記者綜合報道。